你以為珠海市中心啲筍盤早就冇晒？我啱啱睇咗一個項目，真係有啲驚喜。保利達海澳灣38平方米，實用得嚟又唔貴，位置仲要靚到爆。個盤喺市中心附近，近口岸，近商圈，唔誇張。過關返港只係10幾分鐘車程。平時要返工定係週末返香港飲茶，真係話咁易。講返戶型，38平方米，你以為好細？我一入去睇，3.9米樓底，成個空間好開揚，唔會局促，仲可以諗下做下小閣樓，分層用都得。設計方面都幾貼心，廚房、洗手間通通有獨立位，空間用得晒，高實用率，冇死角，真係啱晒一個人住或者細家庭。仲有個重點係陽光走廊設計，光線夠晒足，通風又好，唔使成日開冷氣，感覺幾舒服。樓下就係九州會商業街區，落樓飲杯咖啡，買個麵包，或者夜晚返嚟買啲嘢食，完全唔使特登出街，生活真係方便。呢個樓盤係保利達同香港上市公司九龍建業合作做出嚟嘅，品牌夠硬，品質有信心，睇得出唔係求其起個樓嚟買。最驚喜係依家價格仲係一個可以接受嘅範圍內，對於想入手灣區資產，又唔想一開口就過百萬嘅你，呢個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